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我再读一遍：解落三秋叶。我到底要怎么拒绝韩硕，他才会放弃啊？这种眼神，遭不住啊！接下来，我们读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。裴思雪，你今天就站在这儿上课吧，这样我能听得更仔细一些。也好。非常时刻，出此下策，对不起了，裴寒。哦，对了，裴思雪，我前2天背了2句诗，你要不要帮我听一下？好。平生难解相思情，生似浮影，心如萍。啊，这段时间在威猛山特别想念裴思雪。陈芊芊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明明都已经有韩硕了，你还想着裴思雪？你这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那总比你饿着强，你能不能别一点点捣乱？裴思雪根本就不理你。我知道他不搭理我，我这不是上赶着吗？正后来时，迟坐起。灯半昏时，月半明。芊芊，你对的可是这2句？是，你怎么还给接上了呢？你忘了，这是你我儿时一起背的。芊芊学识浅薄，不懂这首诗的相思之意，表达的并非师生之情。多有唐突，思雪莫怪。芊芊不懂，我可以教她。但是，我怎么觉得她是懂的？她不懂，她懂。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哎呀，怎么到时间了？下课了。芊芊，张总，那书不要了。命重要。